好，来继续来看台中、彰化、南投甲苗栗4个县市要来举办联谊活动。一个县市只有30个名额，查甫的15个，查某的15个。虽然早起8点半才开放报名，但是有妈妈惊报未到，前一暝7点就带后生到户政事务所排队。开放报名无到半点钟就满额了。 报名联谊活动的参加者要抢30个名额，排第一个是妈妈带在环保局上班的后生，前一天暗时7点就来呀。很紧张啊，已经很紧张很久了，担心找不到对象啊。那你们几点就来？7点多。对啊，所以昨天才会晚上7点半就来这边排队这样。喜欢个子不高的女孩子，然后基本上是个性合得来就可以了。无到半点钟，男性的15个名额就拢满了。或者职员讲，职业大部分拢是工程师，或者是伫科技业的，因为工作环境女性较少。现在因为彼此之间上班，可能因为职场的这个男女性的比例啦，或者是人际之间的互动比较欠缺哈，那可能让男女之间认识的机会就比较少。 颠倒是女性的报名者，现场只有2个。户政人员讲，查囡仔惊歹势，大部分拢是利用网络报名，因为开放偌久了后，这女性的名额嘛是拢满啊。